依家我會評估下我今次50米個蛙式動作。可以見到喺今次表演方面，喺划水期間，我嘅水本身冇充分嘅抬離水面啦，同埋我嘅頭部姿勢係唔正確嘅，我冇正確地耷低頭啦，眼睛冇望池底啦，呢啲都係啲錯誤姿勢嚟嘅，錯誤示範。跟住關於腳部動作，我嘅腳腕唔夠外翻啦，同埋蹬腳嘅時候唔夠伸直，可以見到我嘅膝頭哥係有啲微曲嘅。之後再加埋夾腳都唔夠用力啦，同埋我動作做完一式之後冇浮水潛水一陣，而係一式接住一式啦。呢都係啲錯誤示範嚟嘅。不過喺整體嚟講，我今次個游水節奏係做得幾好嘅，就係一手一腳，一手一腳，手同腳嘅姿勢時機恰當啦，同埋基本動作都 OK 嘅。手有抱水，隻腳都係細蛙腳，所以今次嚟講，我基本蛙式動作係正確嘅。